家好，歡迎恁佇救生權的時間。我是陳安迪牧師，是恁佇上帝話語的頂面的同學。咱已經進入新的主題，叫做福音及耶穌的披露。今仔日咱就要講到，只叫恁知影天國的奧秘。咱每擺聽到耶穌的披露，咱的心靈真正溫暖，總是同款同意，懷拒絕上帝的話語的人，因感覺講這個披露是真做威脅的手段。所以咱進入到頭一課，講到耶穌的披露，到底為什麼耶穌講到披露呢？這個就是咱有感覺講，是毋是有歹的意思佇內面？所以無謠語真濟這個耶穌的披露，甲福音是真正豐富，佫甚至真有意思。所以是有時陣會互咱的心靈特別懷佇耶穌的假使的人，因感覺講，因的心情真暖。特別佇頭一個世紀的猶太人，特別跩入比就是咧教跩法利賽人咧教跩聖經的道理的人，因每擺用這個披露是真做真普遍佇耶穌的時代。所以意思是講，毋是耶穌發明新的方法，用披露來講道。甚至咱記載佇馬太福音，咱來參考這個頭一個披露產生出來。咧講到什麼呢？咧講到野精子的人，佇搭將這個精子野佇無相款的土的頂面，有誒佇路邊，有誒佇石頭底，過來有誒佇倒落呢？佇漆皮內，過來呢又到什麼呢？叫做好土地，好土地。所以呢，因為這個好土地呢，就結出真濟果子嚟。所以過來，咱就看到為什麼耶穌要講披露？而且咱就注意到，特別佇伊咧傳講對伊的對象，到底為什麼用披露？佫一擺，咱來點醒用披露佇耶穌的時代，特別跩入比是普遍的就是引起什麼問題，引起什麼挑戰，或者問題感覺講真稀奇，為什麼耶穌要用披露？所以咱來參考馬太福音第13章第10節，所以耶穌怎樣解釋？伊講門徒來問耶穌，引起真正挑戰啊！門徒來問耶穌，是安怎？你對群眾攏用披露甲因講？為什麼？為着跩聽眾講披露呢？咱着注意佇遮講到福音，福音甲因跩講，甲對眾講，總是咱注意怎樣耶穌怎樣回答？佇第11節，耶穌應講回答講：天國的奧秘已經有互恁知，毋過無互因知。咱着注意這個怎樣耶穌甲講啥？這個是已經要互恁知，但是毋過無互因知，互恁知，無互因知，這個真重要。所以呢，這個反應呢，真濟解經家真正真趣味解釋，反濟世代幾個世紀已經過去，所以因寫真濟解釋佇這方面耶穌用披露的目的。所以這個呢，佇這個上下文內面佇馬太第13章講到真趣味的代誌，有幾種的解釋。咱來看兩種的觀念，咱來比較。迄個互恁知，甲這個無互因知，其實互恁知是啥？就是咧講到耶穌的門徒甲群底的人。懷毋互因知呢是啥？是咧講到懷拒絕真做耶穌的敵人，無互因知。咱來看第12節，過落去，因為有誒要互因佫較濟，做到有剩；無誒呢，連伊所有誒嘛要甲伊搶起來。
第13到第15節個接續咱來看。所以呢，伫遮咱看迄個白話文嘅經文第13節安尼講，為着即個緣故，我用譬如對因講，因為因看嘛看無，聽嘛聽無，閣未了解。第14節，以賽亞嘅預言拄佇因嘅心上應驗，恁聽閣聽嘛未了解，恁看閣看嘛未看去。第15節安尼講，因為即個主人嘅心已經鈍，耳孔重，目睭缺。若毋是安尼，因嘅目睭會看去，耳孔會聽去，心嘛會明白。因嘅心會回心轉意，會悔改嘅意思，我就甲因醫好。好，咱就聽淡薄，聽即句。甚至甲咱親像耶穌咧講什麼啊？用譬如是毋是干啊？即個意思是講，是毋是要互人迷信更較迷，所以因則袂明白伊嘅信息，互因要拒絕，無要悔改，無要順判，所以是嘅，即個是親像迄個意思即個意思嘅方面，為什麼要用譬如？所以咱即個其實叫做上帝嘅彌賽亞嘅奧秘。第11節甲咱講有無？咱來注意看，伊講即個是耶穌因講天國嘅奧秘已經有互人知，毋過無互人知，所以即個是耶穌嘅奧秘。兩種嘅觀念，一個是無要互人知，另外一方面，即個彌賽亞嘅奧秘要互誰仔知？要互伊嘅門徒軍隊嘅人。所以呢，佇眾人嘅面前，耶穌用譬如來講道。就是什麼？咱來注意去看，一個你看伊嘅福音怎樣記錄，伊每擺創什麼神蹟奇事，伊逐擺佇後面甲人講什麼？我知奇事，你毋通互人知，為什麼？敢若無要互人知，所以你會稀奇講，敢若無要互人知啊！所以直接甲咱講，有時陣咱袂明白啊，其實耶穌有伊嘅目的。咱來參考馬太福音20章28節。拄親像人子來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犧牲家己嘅性命來贖回真濟人。意思是講，耶穌為什麼要用譬如？因為伊就用譬如，才有法通干贖回真濟人。這個是真基本上帝嘅計劃，佇伊嘅計劃嘅中間，是掌權嘅計劃嘅中間。耶穌就需要干呐？互人受拒絕，特別猶太人，伊對因嘅計劃就實現，所以這個就互咱感覺講，更較清楚明白。因在猶太人佇耶穌時代未接受伊，甚至拒絕伊，所以才有法通看到講上帝對以色列人嘅應允是啥物？因嘅拒絕有法通干呐？互上帝誠做公義嘅上帝，就有法通干呐？賞賜因迄個憤怒，然後要新造嘅人要建立起來。什麼上啊是新造嘅人呢？新造嘅人就是話出春流落，在以色列人要軍隊嘅人，甚至包含在外邦人、希利尼人。所以呢，咱叫做上帝嘅國度嘅彌賽亞嘅秘密，也是奧秘。所以咱若安尼了解呢，咱就可以講到耶穌用譬如嘅目的是啥物呢？用譬如嘅目的，兩種嚟解釋。何在有屬靈嘅眼光，互因嘅心會開，心門開咧，互因嘅思想開，接受謙卑佇上帝嘅面前來接受、來改變，來悔改，互伊得到醫治。總是迄款嘅人，已經有啥物有成見，對耶穌已經迷信，互因更較迷，互因耳孔未聽去，甚至未了解，因會拒絕。上帝賞賜嘅獨生囝，這個是事實嘅代誌。咱過落去會講到較有趣味嘅代誌。所以咱逐擺講啥物呢？救生權嘅時間，一個禮拜咱要閣接續。所以咱就是希望講，咱嘅祈禱，咱嘛袂記嘅救生權嘅時間是要互困苦患難嘅人得到真大嘅盼望，要見證到上帝嘅拯救甲恩典。再見。
life pull you down, and your heart is lost and bound. There's a hand